後來這個郭文鐵一審被重判17年，也毋過檢方提出的關鍵的證據，小心用誤控控的工作簿，這個法官並無採信。郭文鐵2昨的記者會，伊講這個虛假編造的1500萬，無法度定義的罪，竟然是用210萬的政治獻金甲判刑。郭文鐵是真不滿，情緒激動。賴清德，我絕對不會投降。賴清德，我不會屈服的。一審被重判17年，前民眾黨主席郭文鐵在記者會情緒激動，用虛構的1500萬定不了柯文哲的罪，用捐給台灣民眾黨的210萬判我貪污，這根本就是正式辦案。加錢部分就扣判13年，法院認定沈慶京透過這個人頭關乎民眾黨的210萬，和郭文鐵之間有對價關係。這樣子的行賄比例，我連畫一個圓餅圖要把它標示出來，我都標不出這個字，這樣子完全不符合所謂的對價性。如何能夠構成本案的收賄？檢察官起訴內容認為210萬政治獻金算是真金，1500萬算是後寫。不過法院合議庭認為 ，Excel 工作簿啊，確實由郭文鐵作畫，小心賣當證明是沈慶京。不過工作簿啊，並不是小簿，敢會當認定紅包收210萬。檢方是講，會擱再提起上訴。如果可以把政治獻金當作前金，那推論說一定有後謝，然後沒有任何後續的證據，然後就可以把它定罪。司法可以犯錯，但是不可以沒有良心的。一審認定紅包敢若收210萬，含起訴攏總1710萬，差一大塊。若檢方無滿意，民眾黨嘛認為郭文鐵無可能為着210萬就毀掉家己的政治生涯。1500萬是真關鍵，定着這個二審爭做一場激烈的攻防戰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